就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就这个位置，别动了。哦，不要动，不要越跳越远哦。哦，出错了。不要开闪光灯！3公分长宽点，前面这个。就把我压下去了，上面的东西。它有挑起的。要把压下去，不要开。它要我就开了自动闪光。飞机上开闪光灯是不是啊？闪光灯我是最高的。因为相机品牌不一样，不知道。摄像嘛，摄像里面选的。进出往中间一点。可以放了吗？开始吗？放吗？我这边好了。暖地址了，没你动。
可以了。确实把这个讲。要吃点了对吧？要吃点。